掌声自动响起，主持人 Q 哇，越南家乡是我们的满堂喝彩，谢谢。接下来呢，还有这个小虎舞，是台湾越南留学生。真的没。音乐的部分呢，我们正在做一个调整的动作。这边呢，也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进行大风彩的时候呢，是做什么？耶 ！Hello， 抽到您的话 ，Hello， 哦，还有很多表演员，很多有奖征答，拍水跑，会举手的，I can do it。不管是我主持人或者是长官选，或是某一个特定区域，在这边跟大家致歉，要公平起见哈，右边中间通通一样。So this is now and Tuvalu people。最大奖就是抽奖，就是那个抽奖。Tuvalu。摸彩券取5张1张摸彩券，投入摸彩箱里面，然后呢就有机会中大奖了。更上一层楼，非常感谢外交部，超级感谢我们的马总统参与我们海洋自由波动参与我们2024两岸跨越，Thank you so much, Mr. President. Nama
Kaya ko yung podcast.
Tumagalog po. Kama
Sama ako ito step. Bagi mana?